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甲伊的兄弟。犹大对他玛斯生法利斯，甲谢拉，法利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阿兰，阿米拿达，阿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对拉哈斯生波阿斯，波阿斯对路德斯生乌贝德，乌贝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必王，大必为乌利亚的看守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波安，罗波安生阿比亚，阿比亚生阿撒，阿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旦，约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拉西，马拉西生阿门，阿门生约西亚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阵，约西亚生亚哥尼亚甲伊的兄弟。迁到巴比伦以后，亚哥尼亚生撒拉提，撒拉提生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生阿比约，阿比约生伊利亚敬，伊利亚敬生阿索，阿索生撒都，撒都生阿金，阿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迄称为基督的耶稣是对玛利亚生的。安尼对亚伯拉罕甲大卫共有14代，对大卫甲迁到巴比伦的时阵也有14代，对迁到巴比伦的时阵甲基督各有14代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伫下面，伊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也无婴娶，玛利亚就对圣灵发了孕。伊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咧羞辱伊，想要暗暗地甲伊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阵，有主的使者向伊梦中显现，讲大卫的子孙约瑟毋通惊，只管带过你的看守玛利亚来，因伊所怀的孕是对圣灵来的。伊将要生一个后生，你爱甲伊号名叫耶稣，因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来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照先知所讲的话，讲必有童女怀胎生囝，人爱称呼伊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，甲看守带过来。只是无有甲伊同房，等伊生了后生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。